为上主就是要来守他的安息日，今天是他的安息日，我们要来欢欣，要来欢喜的来赞美他。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来赞美他。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来赞美他。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，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哇，是我的力量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的神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今天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你有开心快乐吗？好，让我们用更开心、更快乐的声音一起来敬拜他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的神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子民行走全地，报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的神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高举得胜的旌旗，高举的神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是我神。哈利路亚！神正在我们当中，阿们吗？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赞美他，愿神现在正在我们当中，他的恩典、他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阿们吗？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。若有人渴慕真理，需要盼望和能力，来求告我救主的生命。若有人饥渴慕义，寻找真正的生命，来遇见你灵魂的救主。若人在基督里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死里复活的生命，来赞美我救主的生命。若有人能代
事能取代耶稣，神与我同行，不惧怕，不羞愧的自由与他同行。再没有事能拆散我们，神与我同行，再没有事能夺走应许，神与我同行，再没有事能取代耶稣，神与我同行，不惧怕，不羞愧的自由与他同行，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，恩典跟能力，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，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，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，神正在这里。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因为他的恩典跟能力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用最大的掌声来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各位弟兄姐妹请坐。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，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，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，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。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，以慈爱浇灌，以喜乐耕耘，有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这地，顺服的人情，感恩的心情，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医治这地，痛苦疾病要过去，神迹在运行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转化这地，黑暗权势要离去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医治这地，全地看见你荣耀，你复兴降临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转化这地，全地尊荣你生命，为你而站立。主感谢你，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，以慈爱浇灌，以喜乐耕耘，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这地，顺服
的人情，感恩的心情，现在都自愿以基督的情为心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医治这地，痛苦疾病要过去，神迹在运行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转化这地，黑暗权势要离去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医治这地，全地看见你荣耀，你复兴降临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转化这地，全地尊荣你生命，为你而站立，一生祝福永不停息，时代因你爱延续，呼求你再次一声祝福，一生祝福，永不停息，时代因你爱延续，呼求你，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医治这地，痛苦疾病要过去，神迹在运行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转化这地，黑暗权势要离去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医治这地，全地看见你荣耀，你复兴降临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转化这地，全地尊荣你生命，为你而站立，全地尊荣你的生命，全地尊荣你生命，为你而站立。让我们再次有一个掌声，将荣耀赞美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嗯，感谢主。我们这时候要来举行圣餐，我们欢迎每一位已经受洗、属上帝的儿女百姓，能够一起来领受圣餐。在我们要领受圣餐的时候，让我们来听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。耶稣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恩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大家注意听耶稣胜利圣餐的时候所说的话。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，就拨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耶稣再来。”当主耶稣被卖那夜，拿饼祝谢，所以我要奉他的名，照他的样式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上帝、主耶稣，现在我们遵照你的命令，摆设这宴席，为了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，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，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分别为圣，又分别这一些摆在你面前的饼和杯为圣，
让我们接受、领受这一切的饼和杯，借着信而分享耶稣的身体宝血，也因着耶稣恩典和帮助，让我们在灵里面得着培育，也在你的恩典当中成长，荣耀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耶稣说：“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为众人的罪所流的，你们喝的时候，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请长老们来到台前来服侍分饼和杯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为众人罪所流的，你们喝的时候，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欢迎每一位已经接受洗礼、坚信成人洗礼和坚信你的弟兄姐妹，来领受神与我们的宴席。如果我们已经小儿洗礼，但是还没有坚信礼，那请先不要领受圣餐，等到我们完成坚信礼再来领受。而当我们拿到饼和杯，也请大家先拿在手上，我们彼此来等候，我们待会一起来领受。这个饼和这个杯，代表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的牺牲救赎。因着我们手上的这个饼和这个杯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，我们的病能够得到医治，我们的软弱可以成为刚强，我们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所以当你拿到饼和杯，我要邀请大家先来为自己祷告，为你的身体健康，为你的心灵平安，为你的经济财富能够得到祝福，为你的生命能够得到自由释放，为自己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要奉主的名领受耶稣为我们天父为我们所预备天上的粮，耶稣的身体，耶稣的宝血，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救赎，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。愿上帝垂听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耶稣说：“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为众人的罪所流的，你们喝的时候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主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我们所舍的。”我们一起来领受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为我们的罪所流的，也让我们来纪念它。我们每逢吃这个饼、喝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。
请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祷告。无所不能的父上帝，我们全心感谢你，因着你极大的爱，使我们领受你的圣餐，也是培育我们灵魂真正真实的食物。再次使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基督奥秘身体的肢体，就是领受祝福忠心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，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成为活祭的时候，求你鉴察接纳我们，同时求你以慈爱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领受这神圣的交通，从今以后更加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这时候要预备心来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。当我们每一个奉献甘心乐意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如果我们还没有明白奉献的意义，我们可用祷告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。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。如今请起立。软弱这一的刚强，贫穷这一臣服主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，贫穷这一臣服主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感恩，感恩，感恩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再次带领我们一个礼拜来的平安，赏赐我们没有欠缺的生活，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主的圣殿，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你。也求主耶稣继续看顾每一位兄弟姐妹，让每位兄弟姐妹可以得到由上帝而来的赐福，可以靠主来得胜。也求你看顾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浇灌牧师的口，让牧师所传扬的福音传到我们的心中。这时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，才能金钱作为圣工所用。求你悦纳，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这时我们来做消息的报告。首先，我们社教5周年的户外礼拜报名，现在至少520位了，530了哦。所以还没报名的，请赶快，今天最后一天哦，最后一天。那另外那个报名费的话在9月15号之前哦，请你缴给小组长或者是干事的哈，好，能够尽早缴是越好，让同工能够尽早安排哦。那第二个小会报告，今天呢有举行今年度的第5次的生理点。那我们欢迎那个信仰告白的蔡佳瑜跟蔡琴如2位姐妹哦，她们是蔡文道兄的2位女儿哦，欢迎她们成为教会的一员。同时接着我们欢迎陈世林长老，他从嘉光教会转入到我们本会，我们欢迎他也成为我们教会的一员哦。好。
那另外，我们造就信徒造就的部分啊，我们教育部即将要开那个基要真理的12堂课，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来报名参加，都来参加，再次从基要真理里面来领受神的话语，领受神的恩典哦。所以我记得9月14号，下一页，是下一页，9月14号的礼拜六哦，我们连有6个礼拜六哦，6个礼拜六，如果兄姐能够安排播出时间哦，再次来领受。我们说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，重新再一次领受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所以请大家尽量踊跃报名参加。好，那松林大学9月2号明天要开学了所以各项的课程的时间都在公布栏，请各位兄姐一起来看，也欢迎邀请亲友来报名参加。好，那松大讲座礼拜3 9月4号10点半到12点。主题真心话不冒险，那相关的讯息在周报，也欢迎大家上网好，那再来就是9月8号的下午1点半到3点半举行志工的教育训练人际关系与学习讲座，讲师是曾国宏曾心理医师那名额有限制60人而已，所以请志工踊跃报名，这个是有时数的好，那9月份的寿星请来到前面。好，9月份寿星请来到前面，有吗？9月寿星，请起立请起立，然后来到前面，欢迎来到台前。我们要赠送你小礼物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我们的礼物包在哪里？我们礼物今天比较慢一点比较大一点。对，比较大一点用卡车送过来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半途当中，还在扛过来好，那牧师先来为我们台前这5位5位9月份生日的寿星们，为他们来祝福。还有在线上或是今天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，我们一样为他们来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和9月份生日的众弟兄姐妹们一起在这边来庆祝。谢谢你把他们透过他们的父母亲带他们来到世上，更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带领他们来到教会，也和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。愿神祝福我们这些9月份生日的兄姐们，身心灵都健壮，家庭都有和睦和平安，并且在他们这个月这一年当中，他们能够经历神格外的恩典，让他们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凡到之处都有神的同在、美好与祝福。同心献上我们的祝福与感谢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生日快乐！好，先握手祝福。好，等一下记得领礼物。好，上帝祝福。等一下记得来跟我领礼物因为礼物太大了好，请回座。请回座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再次拍手来。好，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礼拜的陈真宇陈姐妹，今天在哪边？好，那起立一下，让我们来欢迎你。好，欢迎。好，还有哪一位？好像那个嘉芬的妈妈。嘉芬妈妈也是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好欢迎。好一次欢迎，永远欢迎好，那我们接着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那个金句。好，2次读2次来。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，谨慎办事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，不看人的情面，也不受贿赂。历代志下19章7节。再一次，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，谨慎办事，
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，不看人的情面，也不受贿赂。历代志下19章7节。好，我插播一下，我们的礼物终于来了。我们再次邀请寿星再来一次，这个今天是非常特别，然后我们请牧师亲自来赠送他们生日礼物。我们再请寿星今天的寿星今年度是最特别的哈，今年是最特别的。生日快乐！上台2次上台2次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上面有个经文。好。江南教会祝您生日快乐。还有一位在16篇11节。还有那个有地上有 OK 好，很诚实哦。好，谢谢。有拿好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记载历代志下19章1到7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哦，来。犹大的约沙法王平安回到耶路撒冷王宫，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先见去见王，对他说：“你认为帮助坏人、喜爱憎恨上主的人是对的吗？你所做的激怒了上主。虽然这样，你仍有些好处。你废除了国中一切亚舍拉女神的柱像，你定义要寻求上帝。约沙法王住在耶路撒冷，但是他定期出巡民间，从南部的别是巴到北部的以法莲山区的边界，呼召人民归向上主，他们祖宗的上帝。他在犹大各设防城委派审判官，对他们说：你们办事要谨慎，你们不是奉人的权威宣判，而是奉上主的权威。你们宣判的时候，上主与你们同在，要敬畏上主，宣判要谨慎，因为上主我们的上帝不容许不义、偏私或贿赂。接着，我们请我们本堂主任牧师陈博士牧师来讲道，所讲题目是复兴国家的准备。复兴国家的准备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9月1号，已经进入到2024年的最后4个月哦。在2024年，对我们来讲，可能过得非常的快。2024年对台湾人来讲，也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。不论是1月的选举，2月的过年，然后我们在今年当中，台湾的股市新的总统的就任，然后我们的股票、股市都是在进步，甚至还有今年还有奥运，那所以今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充实啊。但是呢，也让我们知道时间过得非常快。而时间过得越快，也代表末后的日子越近了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接近了。阿们吗？所以我们要迎接耶稣在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做各样的准备。在近期当中，牧师透过历代志和大家分享各样的准备。上礼拜讲到多子多孙需不需要准备？那个是需要从早开始准备，才能够让我们在退休的时候，让我们在到了年老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缺乏，而且我们不会孤单，而且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祝福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啊。那在最近台湾的新闻当中，我们看到大家很关心最近的政论节目、政治新闻的这个点阅率，还有这个观看啊，是台湾有史以来最高最巅峰。那大家都非常最近在政治上发生的事情。在今年初的3组总统候选人当中，跟登记1号的这个白色力量，总共拿到了369万票。369万票，虽然是26%，就是所有选民的26%，但是也代表了许许多多的人民的支持。这些投给1号，投给这个白色力量，就是希望能够看见一个新政治，希望这个社会、这个国家能够翻转。能够改变，所以他们义无反顾挺一次，然后呢，就是阿北，就是一定要来让这个阿北能够成为国家的领袖、领导者，来改变这个蓝绿的恶斗。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时刻。
但是在选举过后、激情过后，以及最近在电视这个新闻上面，还有在这个当中所看到的报道，这些369万当初投给他们所相信的领导人，而他们现在非常的落寞。在我们2014年选桃园市长的时候，那时候牧师也在这边，也是投了桃园市长。然后经过了2014、2018两任的市长，那时候也是高票当选，不是高票，这个擦边球，第一次是49万还48万票，第二次是超过50万票，的这个桃园市的前市长，也在今年也被收押，也被禁见，也有这个钱的问题。不论我们所支持的政治候选人物是谁，但是我们都看见人有软弱的一面。我们要怎么样为我们的国家将来复兴准备？是让将来国家的政治人物不会有这样子的诱惑，不会有这样的试探，不会好不容易选上了能够来翻转国家，可是一坐上那个位置之后，他就没有办法挡住、抵住这样子的诱惑，而陷入在这样子的风暴当中呢？在今年的2月份，陈牧师第一次回来迦南教会讲道的时候，分享了在迦南建立上帝的主权。在讲道结束，有大家思想，我们会不会因为胜利而冲昏头、滥用权力，或是我们的领袖往往就是问题的根源？领子、袖子就是衣服上面最脏的地方。在那一段信息当中讲到了基甸，他成为领袖，但是呢，他却后来没有好好的治理百姓，可能利用宗教、利用上帝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所以在士师记第8章第9章，这是2月18号的讲道信息，再带领大家来复习一下。今日不治理，明日就怎样？被修理。如果我们不起来好好的治理百姓，让百姓无为而治，所以基甸死了之后，百姓又去拜巴力，而且以色列也忘记了上帝如何拯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甚至连基甸死了，他有70个儿子，69个被杀死。可是呢，他们后来的人都忘记这个基甸曾经如何拯救子民，而没有好好的善待基甸的后代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没有学习治理，我们就可能被修理。我们从圣经学习要建立上帝的主权，我们学习从祷告来顺服上帝的主权，我们从谦卑的治理来遵行上帝的主权。盼望透过这一段的提醒，再次提醒牧师自己，也再次提醒我们大家，也提醒我们在社会上下一次的选举，我们所要推出的候选人，每一位真的是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候选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天父上帝带领我们2024年从1月经历到8月，而在新的一个月份，我们能够在第一天就能够在主日的早上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相信你要让我们在这个月当中领受更大的祝福和恩典，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社会和国家，特别是我们的国家将来的领导人、现在的领导人，或是这些政治人物，都能够有一个纯正的心，在神的面前保持谦卑，能够治理百姓、治理国家，成为蒙福的国家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一句话：政教分离啊，就是政治教会应该要有一个界限。政教分离呢，很早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现象，而有这样的提出。而在美国独立的时候呢，美国独立宣言当中，接近300年前，他们更是很清楚的，国家教会是互不侵犯，应该要有一条界限，不能用国家去强迫教会，而教会也不应该去干涉，去强迫整个国家。但是政教分离的概念呢，到了20世纪呢，被反向的误导，所提倡是教会不应参与政治。你觉得教会应该还是不应该参与政治呢？在这个政教分离的概念当中，
教会不参与政治，以至于教会就从政治圈当中就渐渐的退出。所以对于政治当中呢，教会越来越失去影响力，教会没有发声，教会没有发言的权利，没有一个发声的机会和场合，以至于呢，教会都是关起门来，然后呢敬拜上帝。但是对于教会门外面社会上国家政治的议题呢，却漠不关心。这几张图呢，都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人民所产生的政治事件。1988年，这是520的农民抗暴事件。这个事件是在解严，1987解严之后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啊。在解严之后，那时候为了进口香吉士，这个事情很多农民可能有人认为是被拱出来的。但是呢，这是台湾解严之后，终于有人民可以上街。那次我印象很深，看到3台电视的这个画面报道。接着呢，是没有多久，2年之后的野百合运动。那时候为了要这个选总统之前呢，还要经过国民大会的投票。国民大会是谁呢？来自中华民国各省的代表。这些国大代表呢，一做就做了40几年了，叫做万年国代。选总统都要他们说 OK 才可以提名。所以呢，那时候的学生觉得这个制度已经运行了40几年，我们连选个总统都要经过你们，选来选去都是你们认为 OK， 而且你们这些各省的代表根本只是住在台湾，连回去那个省都没有回去，你怎么去代表他们呢？所以在这野百合学运当中呢，也促成了台湾第一次的直接民选，不是经过国民大会选出了总统。2014年右下角这张。2014什么事情？太阳花事件。那时候为了什么？反服贸运动。这个服贸协定呢，是对台湾未来冲击很大。如果那时候没有这个反服贸太阳花学运，那个半秒钟，就是30秒就要通过这个协定的时候，今天10年，大概就会我们现在楼下的这条中华路，这些的店家的招牌都会变成什么？可能变成简体字哦，变成简体字，而且这些经营服务业的老板都是中国来的老板哦，而且呢，可能连现在站在讲台上讲到的牧师也是怎样，也是中国来的，因为牧师也算是可能被算在服务业当中啊。这些法案通过之后，对我们的民生、社会、政治影响冲击非常的大。这张照片是发生在今年的5月份，看起来很多人说它看起来像一只鸟，看起来有像一只鸟吗？它有一个长长的翅膀，右下角是它的头，左上角是它的身体啊。那本来是一个青岛东路的集合行动，不晓得怎么样打错字，还是变成暗号代号，变成青岛行动。青岛行动，在这些人好几万、10万人上街头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目的是为了我们的国会立法委员想要扩权，他们想要让国会呢，直接可以质询总统，而且呢，要对我们的宪法的体制呢提出了挑战，甚至呢，很多国会扩权之后，直接法令订定之后，都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。这一切事情，如果教会都是关起门来做礼拜必谈。牧师不要在台上讲政治，牧师不要在台上讲这些国家的事情，牧师你只要讲圣经就好，你又不是政治人物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关心政治，我们不去治理，我们明日可能就被修理。我们不晓得将来选上的这一个总统，选上了这个立委，选上这个市长，他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来治理我们的国家？而我们今天可以享受中华民国台湾创立以来最巅峰的时刻，不论是在经济，不论是在国防，甚至在外交，甚至在体育，今年连续2届的巴黎奥运，或是在各样的艺术当中，我们有很多台湾知名的艺术家，很多知名的这些人物，而我们却如果没有一个国家，这一切又能够怎么样呢？
今天的经文历代志上第17章，好不是今天的经文。好，在我们最近共读历代志当中，我们读到一个上帝跟大卫王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约定，叫做大卫之约。上帝跟大卫说：“我必使你的后裔，你自己的儿子接续你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。”所以大卫做王40年之后，他的儿子所罗门40年，他的孙子罗伯安17年，他的曾孙亚比亚13年，他的曾孙的儿子亚撒41年，他的第6代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角约沙法王，做王25年，后面还有一连串，总共有19个王，好，加上大卫和所罗门，总共有21个王。这21个王当中呢，我们看见上帝的应许，就是要上帝的仆人能够从政、参政、治理这个国家，让他拿到这样子的权柄、政治的门票，不是要他在那边享福，而是要他能够在那边按照上帝的心意，好好治理上帝的百姓、上帝的子民。但是从读历代志上下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见这些王当中，扣掉大卫、所罗门19个当中，只有8个是上帝眼中看作好的王，另外的11个却是上帝眼中看作不好的王，以至于这个位置，本来上帝跟大卫约定说，这个国要坚定，但是在主前586年，这个国家被巴比伦灭掉了，那个位置、那个宝座没有了，消失了，传不下去了。但是大卫的应许之约继续传下去，所以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1章的时候，看见大卫的族谱继续传到了耶稣基督，好，是亚当的第60代。从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都能够借着耶稣做上帝的儿子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才说，上帝有囝无孙，就是每一个人借着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所以我们看到在政治上，从圣经可以看到政治的几个铁律啊，没有永远的任期，终究有下台的一天，而诚信是无价，只要说一次谎，就永远住在谎言当中。好，这一句话很重要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说一次谎就永远住在谎言当中，说一次谎就永远住在谎言当中。所以不要离开谎言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说实话。但是说实话就怎么样？可能会伤了人。说实话，可能你就会惹来麻烦，招来问题。但是上帝说不用怕，只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这是政治上的铁律。一定要有公义，一定要有慈爱怜悯，一定要有谦卑，才能够走得长远。所以士师记我们说，今日不治理，明日就被修理。今天牧师要继续说，你不解决问题，问题就来怎样解决你啊？所以政治就是在解决问题。政治人物不解决问题，他用说谎，用便宜行事，他用包庇的方式，甚至用贿赂、买通的方式。这些问题不会不见，而将来这些问题就会回过头来解决这一些说谎、没有诚信的政治人物。今天我们看的这位约沙法王，虽然他在位只有25年，今天来看已经超久了，但是在圣经来看，25年不算长，但是他做了几件对国家复兴所带来的准备，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。第一件事情，他就是准备他的百姓，让上帝的百姓避免犯错。我们一起说，避免犯错。约沙法王如何让这个国家的百姓避免犯错呢？他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到各城教导律法书。我们来读历代志下17章第3节：约沙法继承他父亲亚撒作王，他发愤图强，对抗以色列。第9节，他们带着上主的法律书，走遍犹大各乡镇，教导人民。请问我们有哪一个总统是曾经要把官长、行政院长，
好，司法院长拿着圣经下乡到各乡镇当中教大家读圣经，有没有？没有。那我再问，请问我们有哪一个总统历任的总统，他是勤读圣经，会把圣经好好的读，有没有？有几位？李登辉，还有呢，他的前面蒋经国，好，他的前面蒋介石，好，都有超过用毛笔写圣经，还有他的前面好孙逸仙、孙中山。但是呢，我曾经去大溪行馆，后来被烧掉。好，参观的时候看到有一本蒋经国的圣经，好，也是和合本的圣经。好，牧师的圣经也会在上面划线，好，会在上面做笔记。好，这个是我的书签。好，为什么要用这么薄的书签呢？因为太厚的书签，我的圣经的皮会脱落，所以都用发票来当书签。好啊，这样比较薄。蒋经国的圣经让我看到的时候呢，很讶异，哇，他的圣经比我现在画的还要多，几乎呢，好，他的圣经是一画再画再画，所以呢，我知道这是一个会读圣经的总统，而他的确也跟人民的关系非常的接近。好，到今天很多人很怀念他，也肯定他，好，但是因为他的家族，因为他爸爸的关系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一些不喜欢。但是这是让我认识到一个会读圣经，不是只有拿毛笔写，会读圣经的总统啊。而这个约沙法王呢，他要他的官员，而且他要这些的祭司利未人，祭司利未人就是在圣殿工作的人，要他们就是今天的牧师、今天的长职，带着圣经，跟我们的市长、跟我们的乡长、区长一起到各邻里去教大家读经啊。这个在今天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在2800年前就已经发生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，在这个国家就已经率先示范过了。这是所有的王当中第一个这样子做的，就是彻底落实到把上帝的话带到民间，目的就是要让百姓学习创世纪到出埃及记、民数记、利未记、申命记，让他们能够明白上帝，从圣经来认识神。约沙法王做的第二件事情，就是教导百姓面对犯错。好，请大家说一次：面对犯错。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错，但是有的人犯错呢，打死不承认自己的错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审判官。士师记，刚才我们引用的士师记，它的英文就是 judge 就是一个审判官的意思。但是这审判官的希伯来的原文也是一个代表行政官，所以做地方的父母官、行政官，好，其实就是要来判断公义是非。历代志下第19章，好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后面3节，好，我念5、6节，我要请大家念第7节。约沙法王在犹大各设防城，就是坚固城，委派审判官，对他们说：你们要办事谨慎。你们不是奉人的权威宣判，而是奉上主的权威。你们宣判的时候，上主与你们同在。好，第7节，请大家一起读：要敬畏上主，宣判要谨慎，因为上主我们的上帝不容许不义、偏私或贿赂。约沙法王透过这些的审判官，在各坚固城，在那边判断公义是非，让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不会被压榨，不会被剥削。他们在称斤称两的这些的磅秤不会被动手脚，然后让这些商人有利可图，不会去开发一个城镇，然后呢就要从中拿回扣，不会去因为要都更案，然后呢就要去改变容积率，不会去因为一件事情好，然后呢公众的事情，却最后中饱私囊，让自己发大财。所以必须要有这些的司法官，必须要有这些的执法人员，按照公正标准来一一来进行。我要请问大家，你觉得我们台湾的司法公正还是不公正？不公正。如果你是活在40年前，你就绝对会看不下去，会吐血。40年前还没有在那个解严的时期，那时候的法律虽然有中华民国的5权宪法，但是因为戒严
颁布了一套动员戡乱时期的临时条款，用这一套军法来压在中华民国的宪法，保障人民的自由、言论自由、集会自由，通通在这动员戡乱时期的临时条款当中，通通被打压。所以那时候人民犯罪不是先送到法院，好，直接可以军法审判，所以才会有这些的美丽岛事件，才会有这些的政治被受害者。他们就是因为在当时的司法不公当中，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台湾司法不公，你认为的，我要请你先回去看一下40年前、50年前我们的司法是什么样的情形，再回来对照今天我们的司法，真的是进步很多。当然，它不是100%的完全的标准，或是完全的公平，因为连上帝都没有办法去满足每一个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私心。可是约沙法王透过教导上帝的话，然后各层的审判官都是按照上帝的话来宣判，所以他说宣判的时候要谨慎，不能够有不义的宣判，不能够有偏私的宣判。哦，这跟我们是港中好，我们都是桃园人，桃园人就判轻一点。哦，这个台北的，这个哪里的，好，这个外国的，好，就判重一点，或是贿赂有任何的利益输送。所以上帝 care 不 care 这些事情？非常的 care。上帝 care 不 care 我们的社会的政治人物公正还是不公正？上帝也很 care。如果上帝非常的 care， 为什么在教会当中的基督徒却说教会不谈政治，政治的事情政治处理，教会就不要处理，教会只要关心做礼拜就好？如果我们的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，好，会分不清楚公义和是非，就会变成像国王穿上了新衣。好，明明就有问题了，但是没有人敢说实话。刚才我讲到这个杰佛逊总统啊，好，他是这个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起人之一，也是美国最被爱戴的总统。到了21世纪，影响美国的20大人物当中，杰佛逊还排名第5哦，好，排名第5。在他就职总统的就职宣言当中，好，他讲了一大篇，我留了2句话，红色的。他说：“我不敢希冀，好，就是寄望大家给我最高的信任，好，因为连他自己不一定都相信自己。但是，请给我适当的信任，使我在依法办理你们大家的事务时，能够坚定，能够有效，好，能够奏效。所以他知道他的权利是从人民来的，他知道他不会像英国一样，不会像那些的英国王室一样，好，是这种高上对下的治理方式，而是人民给他的权利，所以他战战兢兢做好每一件事情。约沙法他要治理这么多的百姓，所以第一个他教百姓读圣经，第二个他设立了审判官，让这些审判官是按照法律的标准来，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进行审判，让人民能够活在一个公义的社会当中，而不会有这些的偏私甚至贿赂的情形发生。最后，约沙法他也让民间、人民、国家的错误能够成为祝福。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在敌军的面前设立歌唱的人。历代志下第20章讲到了，这是我们明天的经文，今天晚上我们会共读到。第2天清晨，就是准备要开战了，人民都到提哥亚的旷野去，好，要来面对数不清的以东人。他们知道这次的战争，照人来看是不会赢，但是呢，出发前约沙法的信心喊话，蓝色的字，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要信靠上主你们的上帝，你们就站得稳。要相信他先知的话，你们就一定成功。他这句话不是讲完之后他就躲起来，他讲这句话是有根据的，说你们已经读了上帝的话，而且你们活在各坚固城、住房城当中，你们都是按照上帝的标准在断定公道是非。等一下，可能在5分钟、10分钟，
我们就要出去打仗。好，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敌军的面前，但是你们要记住，你们所学习到的话，所过的这样的公义的生活，是先知所说的，他要使我们成功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约沙法要做什么事情？大家冲啊！大家开始打啊。约沙法又做了一件更有智慧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来读21节。王对人民说完这话，命令歌手穿上特别节期穿的袍子，走在军队前面，沿路高唱赞美上主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约沙法他叫大家好要去打仗，可是他自己呢，也跟这些的歌手穿祭司，就是利未人，还有利未人穿上节期特别的袍子，像牧师今天也穿着袍子。好，穿着袍子呢，要从隔壁走过来的时候呢，都会接受到路人各样特别的眼光，好像有一个道士出来一样。好，但是我也觉得很不错，特别的感觉。好，甚至我们楼下还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弟兄姐妹在那边发单张，他们也会看我，我也会看他们，好，会跟他们说平安这样子。这个约沙法，好，他们穿着特别的衣服，然后呢，唱了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“我一定要成功，嘿嘿”，是吗？因为你们一定会成功啊，所以咱一定会成功，好，一定会赢，爱拼才会赢。不是，他唱的是诗篇126篇。这一首诗篇是从他的阿公的阿公，好，大卫就开始唱了。这首诗篇是从他的那个是阿公的阿祖，现在是阿公的阿公所罗门就开始唱了126篇，要赞美上主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唱完之后，22节我们一起来读。他们开始唱歌赞美的时候，上主使来犯的敌军溃乱。请问他们开战了没有？还没有。他们发射一颗大炮了没有？或是射出一支箭射出去了没有？他们只有做什么？唱歌啊！唱歌以前呢，好，先穿上这个代表特别的袍子，先穿上去。好，可能敌军都笑：哇，你们穿这个什么衣服？你们唱这个什么歌？好，你们到底在搞什么？你们今天是来打仗的，还穿这样子来？结果没有想到，唱完歌赞美上主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上帝自己手就伸到以东的军队当中，溃乱啊，那个字就是搅乱。上帝的手这样子一拨，好，这个以东的大军，大家通通溃散。结果那一天，好，他们连一滴汗都还没有流。有没有人唱歌会流汗？好，可能会啦，好，但是唱歌唱到流汗，那要唱很久。好，但是他们只不过唱歌赞美上帝，马上与他们同在。但是前提是他们是已经学习过圣经，他们花时间读圣经。前提是他们过着一个公义的生活价值观，在社会当中没有人乱搞，在民间没有人逃票。在民间百姓没有人贪小便宜、这种换金减两、偷金减两，没有人做这种没有良心的生意和买卖，以至于他们遇到人生国家最大的危机、错误或是失败的时候，他们只不过唱歌赞美，上帝就为他们出手，上帝就让他们得胜。今天我们的国家也期待。我们的对面，好，以前是400颗飞弹，后来是2000，现在是1万多。现在有数不清的飞弹，24小时在对准着我们台湾。现在每一天都有飞机绕境，我们住桃园比较听不到。我有2年住在台中，每一天都会听到一大早 F16就上去，然后飞啊飞，每天哦，好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就从你头上飞过去，好，那个分贝非常的高。但是他们每飞出去一次，我心里面就会感受，是不是要开打了？是不是要打仗了？还好听久就习惯说，哦，他们在做平常的练习。但是这一些飞机飞上去要不要钱？烧不烧钱？好，他可能飞一趟，好，就我们1年或好几年的薪水就没有了。但是为的是什么？都在做准备。
如果我们说我们不关心政治，我们不用关心军备国防，但是万一以色列在2月份，是2月还是3月，被哈马斯打的时候，那个晚上多少飞弹出来？5000颗，一个晚上5000颗飞弹飞出来，平常都没有准备，都没有训练，他没有办法。那个晚上以色列就绝对咪咪冒毛啊，咪咪冒毛。那个晚上可能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没了，总统府就被炸了，他们以色列总理就翘起啊，就没有了。可是5000颗飞弹只有个位数打到而已，掉到地上，其他都怎样？都被挡下来了。好，那一套叫做铁穹，好，叫做铁穹，以色列自己开发的，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。所以哇，大家看到之后，这一套太厉害了，都要跟他们来买啊。如果我们没有准备，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过这样安逸的生活。但是我们在安逸平静的生活当中，忘记要准备，忘记敌人还在伺机而动，还在找机会来吞吃。他可能武力拿不下，但是他却有可能好用政治的操作，收买这些政客，收买这一些亲中、好亲敌的、亲共的这一些立法委员，有没有可能？可能都比他们用飞机来包围台湾还要便宜啊，还要便宜。Why not？ 为什么不干呢？甚至他们只要操弄几个网红政客，可能收的价码还比较高。他只要操弄一些新闻媒体记者，他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。Why not？ 为何不做呢？我们需要有一套标准，需要有一套上帝的话，公正是非。约沙法的阿公所罗门王讲了一句话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说：不要让慈爱、诚实离开你。不管你会不会成为一位议员，不管你会不会将来成为桃园市的市长，好，如果你们要选市长，一定要告诉牧师，好，牧师一定会为你好好的祝福，为你祷告。甚至不管你有没有可能，或是你的孩子、孙子，将来成为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，但是他都是被预备好才能够坐上这个位置，而这个预备就是所罗门在箴言第3章说的：不可使慈爱、诚实离开你。这是我儿啊，第1节说我儿啊，就是从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做起，在你小时候就要学习慈爱公义，系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。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：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惠，有美好的见识。一个关心社会国家，就会关心政治。基督徒说他爱上帝，却不爱这个关心社会国家，这个是矛盾的。这是矛盾的，因为我们所追求的就是一个上帝的国度，我们期待就是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都会用这样的主祷文祷告，但是我们连谁选上总统，这个政治人物，我们的领导者，他到底有没有行公义、好怜悯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选就好，没关系。我们只是在浪费国家的时间、资源。这个国家到底能够多久？有时候没有办法算得清楚，但是若是按照上帝的话，它就能够像上帝的国一样长久。所以在我们这个礼拜当中的小组分享，有几件邀请我们能够一起来共享。约沙法他也推动国家的共读啊。今天迦南教会也从6月1号开始，今天是9月1号，好，这90几天当中，好，每一天都有共读。请问你参加了几天？这共读当中，我们已经读了5、6卷书，请问你读到了几卷？重点不是有参加没参加，重点是你在这上帝的话语当中有没有得到喂养，有没有得到上帝所给你的挑战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上帝的心意呢？没有公义就没有和平。我们也知道今天司法还不完全，但是
不是说哦，今天司法不完全，我不相信司法。那你不相信司法，请问你相信什么？你没有司法可以相信，那你相信什么？你相信选票吗？你相信那些说他会改变国家，他会改变政治，他会改变乱象的这些政治人物所说的话，会比司法更公正吗？这些的政治人物，他的表现能够比我们的司法系统、我们的司法制度还能够更严谨吗？他自己的行为有比这些司法人员更守法吗？这是我们要关心的，我们才能够知道谁才是一个能够合神心意的政治人物。我们都会支持候选人、政治人物，他犯错的时候，不是冷言嘲讽，或是看他的笑话，而是我们要痛定思痛。我们的国家有问题，为什么从民选总统之后，每一个下台的总统都官司缠身？有几个？李登辉下台的时候没有，但是后来也是有人再去告他，但是他算是没有了。再来陈水扁一下台之后，马上就被上手铐。再来马英九下台之后，好，这个也是一样，特别费也是官司缠身。蔡英文下台之后有没有？为什么没有？我们要去想，为什么他下台之后没有被人家带到法院去？他有这么多的政敌，他有这么多的人想要拉他下台，连曾经跟他同党的人都不让他选下一任的总统。为什么他下台之后，他到现在都可以没有事情？我们要去观察他是怎么样当政治人物的，还有接下来的这一任的总统。我们也希望这一任的总统他真的有学到功课，他能够好好的在这个位置上面行公义、好怜悯，不要把他在这个位置上面能够去豪宅唱 KTV， 我就去个豪宅唱 KTV。我能够跟什么高官吃饭，我能够跟什么这个财团好，可以跟他有协商密室的会议，我来搞个密室会议，在办公室还要再另外开个后门，好，是人家媒体不知道的后门可以进来的。这些政治人物想的是什么？到底是人民的疾苦，这些农民的生存，还是这些的青少年学子下一代，他们要怎么样能够更好？还是他在想的是自己的儿子、自己的女儿将来可以如何的更好？我要邀请敬拜团来到台上，也要邀请我们大家为这3件事情来祷告。第一个，为我们每天能够读上帝的话来祷告，让上帝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还有教会的祝福；也为我们的司法公正来祷告，让我们能够行公义、好怜悯，能够有谦卑的心，而且有追求正义的决心和勇气，不要向错误、罪恶的势力低头，不要用膝盖来换和平。这样子的举白旗的和平是没有长久，因为你已经让上帝蒙羞。第三，为我们生活当中各样大大小小的征战来祷告。今天是9月1号，明天是礼拜一。当你要进入学校，当你要回到学校，当你要进去办公室上班，可能都有一堆的工作在等着你。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唱歌、敬拜、赞美。但是也不要忘记了，你唱歌、你敬拜、你赞美，是因为你先读了神的话，你先活出神的公义的生活。你所唱的出来的诗歌，不论什么歌，就算是歪点 A 行宫这样的歌，上帝也要与我们同在。邀请大家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、来敬拜。我们求神他的旨意行在这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他的话语充满这个地。哦，主，感谢你创造这土地，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，以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，让我们全心
跟随你带领。哦，主，感谢你创造这土地，以慈爱浇灌，以喜乐耕耘，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这地。顺服的人情，感恩的心情，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。主求你充满，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医治这地。痛苦疾病要过去，神迹在运行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转化这地。黑暗权势要离去，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医治这地。全地看见你荣耀，你复兴降临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转化这地。见你尊荣，你生命为你而站立。我要邀请我们大家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。我们今天的民主社会，我们今天的言论自由，我们今天的居住自由、选举的制度，都是得来不易的。有钱人，他们是用流汗、用流血，甚至用自焚的方式来争取这一代的幸福。我们要为下一代来守望，让这得来不易的民主能够持续长久。让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得来不易，在这113年来最强盛的时期，不是最高峰，而是还要再突破，还要再成长。为我们的国家，为我们的社会，为我们的政治来祷告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要为我们的社会国家来祷告。主啊，因为这是你所拣选的国家，是你带领大批的传教士，带领大批的宣教士，带着圣经，带着使命来到这个地方，建立了这个国家，让这个国家能够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。主啊，这是何等的不容易！主啊，我们恳求你，主啊，能够带领我们行走在合神心的道路上面。主啊，愿主你翻转我们，用你的话语来苏醒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勤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。愿我们都行在你的面前，能够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同行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哦，主，感谢你创造这土地，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，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，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。哦，主，感谢你创造这土地，以慈爱浇灌，以喜乐耕耘，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这地。顺服的人情，感恩的心情，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。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，为我们的国家来宣告，求主来充满。主，求你充满我们，来医治这地。痛苦疾病要过去，神迹在运行。主，求你充满我们，来转化这地。黑暗
全是要你。主，求你充满，用你的话，用你的灵，充满台充湾，满我充满们桃园，充满迦南教会，充满我们的家，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公义当中，让我们喜爱你的慈爱怜悯，让我们能够谦卑行在主的面前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合神心的器皿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尊荣你生命，为你而站立，一生祝福永不停息，时代因你爱延续，呼求你。我们宣告，我们的一生世世代代都要蒙福，一生祝福，永不停息，时代因你爱延续，呼求你。主，求你充满我们，来医治这地，痛苦疾病要过去，神迹在运行。主，求你充满我们，来转化这地，黑暗权势要离去。主，你要掌权在台湾，主，求你充满我们，来医治这地。让我们唱歌，让我让我们敬拜，让我们开口。主，你要带领我们得胜，再得胜。哈利路亚！主，你要带领我们得胜。充满我们，来转化这地，全地尊荣你生命，为你而站立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，不仅为我们的教会祷告，也为我们这个社会城市来祷告。在这个城市当中，神你要兴起每一届的市长，是一个谦卑、爱民、爱神的市长。你要透过这样的市长，这样子的政治人物，来带领桃园200多万的市民，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我们要为我们的执政者，为我们的总统赖清德先生来祷告，也为以后的每一届的总统参选的总统候选人来祷告。他们是为了神的国度，为了神的旨意，为了神的百姓，为了神所拣选的台湾来从政。他们参与政治，不论他们喊出什么的口号，他们都有一颗永远要行公义、谦卑、好怜悯的心，与神同行的生活。主啊，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，因为我们对政治的冷漠，以至于这些拿到权位，他们就可以在那边为所欲为。因为我们没有起来监督，因为我们没有起来发声，因为我们没有起来扮演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，以至于国家社会乱象层出不穷。我们必须要忍受这样子的一次又一次让选民心碎的事情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在一次的教训当中，让我们知道，不管是政治人物，我们都要学像基督，不是看颜色，而是看神的话；不是看他的学历，而是看他在神面前如何站立得稳，是一个诚实、信赖、说话算话、活出公义的生活。主啊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也求你翻转我们的社会国家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你的复兴。我们所要的复兴，不是民国113年的复兴，我们要看见的复兴是在民国130年，还有更大的复兴，在民国150年甚至更久的将来，还可以领受更大的复兴。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，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呼召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
让我们起来为国家祷告，为国家社会守望，而不是只有忙碌自己的生活、退休的生活、休闲的生活、食衣住行的生活。让我们起来，先举起我们的手来祷告，愿上帝的公义慈爱永远与我们的国家同在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保守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使我们时时刻刻、世世代代都能够领受上帝话语的祝福，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那么拍手，把一切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。阿门。来让神已经与我们同行，神也与我们国家同行。阿门吗？阿门。让我们一起来欢呼，来宣告神已经与我们同行了。阿门。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恩典与能力也与我们同行了。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再次跟大家说，神与我们同行，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恩典和能力，他爱降临，掌管全地。神就在这里。让我们再次用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。愿神已经与我们同在，他已经与我们同行，他也与我们的国家同行。阿门。还有人赞美他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请坐。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。好，那利用这个时间，牧师刚才报告的时候忘记介绍。好，我们教会在今天9月1号开始，好，我们的教会的同工职务好有调整，我们在下礼拜周报会有清楚的说明。好，那今天我要特别介绍，好，我们教会的新聘的干事是李倩如，好啊，他在我们当中，还有他的先生新成啊，好，请他们站起来，我们也拍手来欢迎他们。好，他们从这个月开始，好，不是他们啦，好，是倩如，好，这个月呢就会成为教会的全职同工。好，我们下礼拜会再一次来介绍。好，我们彼此请安。好，愿上帝祝福大家啊！也请大家帮忙把椅子好能够把它叠起来推到旁边。好，愿神祝福各位。我们在中华路49号的地下室有爱餐，好，也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。愿神祝福各位。